来看这个不只有名的艺人林柏生，也就是 Kid， 今年4月到南投疫症署来做替代役，捌互选做职优的役男。但是有人来压料，讲伊伫咧做兵的期间，捌伫咧办公室公然脱裤，显出着艺术，徛伫人的肩胛头，甚至来呛讲要伫咧办公室做本案的动作，一连串故样走精的行为，疫症署讲会甲撤销职优役男的资格，而且甲禁假。伊早起嘛出面为家己不当的言行来道歉。Kid 吴宗宪，艺人林柏生 Kid， 2017、2018连续2年，甲吴宗宪作为主持综艺节目，得到金钟奖最佳主持人。伫今年4月份入伍做兵。当时伊伫面册顶面写讲会伫军中好好自我整顿，想要到目前伫南投疫症署做替代役男的伊，东炮讲伫作兵期间伫办公室捌脱裤，佮讲送东炮的替我礼物，就是伫办公室内面做本爱行为。其实我在医生署里面真的非常用心，我现在所有的心思都在这里，就是很专心在服役这样子，所以这一次真的是很抱歉，对，以后会多加注意这样。伊出面承认讲，确实有做过这代志，并且会使咧节目东炮无到接受的事，就算伊做出这侪荒唐的代志，嘛是当选职优役男接受表扬。不雅的这个嬉戏的举动，我们查证属实，并且会撤销他绩优役男的资格。疫症署讲，Kid 要半年才会退伍，因为毕竟是伫做兵期间出现无适当行为，刷落来会讨论讲要安怎甲处分。